咁我哋首先計咗三角形先，三角形要轉一轉，咁就知道佢嘅底同高啦。咁我哋首先呢度寫咗三角形先，然之後呢度三角形嘅公式就係底乘以高再除以2，咁呢個應該係40再乘以40再除以2，就係咁我哋計咗40乘以40乘以40，呢度補0，然之後呢度又寫0，呢度寫16，然之後160再除以2等於8，咁我哋呢度寫16，然之後補2個0去，就計到等於8，然之後88 cm square。咁我哋而家做長方形，首先寫咗長方形，然之後長方形嘅面積就係長乘闊，等於50再乘以20，50再乘以20，然之後等於1000 m square。咁呢度行，你真係 m square 啊？cm square，呢度係 cm square，然之後呢度下面就係1000，再加返800，等於1800，所以個面積就係1800 cm square。